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Gordon，小弟新開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就暫時叫做 Gordon 吹水托先啦。睇到後邊件波衫都知道，小弟主要係講波或者係講曼聯㗎啦。不過都講下啲體壇嘢或者我感興趣嘅嘢，乜都講下啦，純粹係個人興趣啫。OK，既然後邊呢件波衫同我頭頂呢條冇個曼聯，我就用曼聯近期呢場波嚟發散下我，即係叫做發散下嗰個話題。我想呻下某啲嘢，就係呢兩日都好多嗰啲圖片㗎啦，就係所謂嘅嗰啲角球戰術，泥漿摔角角球戰術，禁區入邊，小禁區入邊都唔係禁區入邊，小禁區入邊20個人都有咁樣喺度拱嚟拱去，撞嚟撞去，推嚟推去。其實咧，係咪而家啲足球管理機構，英超賽會又好啊，嗰啲歐足聯 UEFA 好啊，定話 FIFA 嗰啲國際足聯好，係咪容許咁樣玩法先？即係呢啲嘢咧，真係不吐不快，真係嗰啲咁呢啲咁嘅足球管理機構，淨係識係咁，即係咁叫擴軍，係咁加場次，係咁加比賽，所謂嘅掠水。但係咧，又唔見將呢啲咁嘅，即係呢啲所謂嘅關於足球場上邊應該要解決嘅一啲問題而解決佢喎。即係歐足聯將個歐國杯16隊增加到24隊，而家國際足聯又將32隊變成48隊，咪即係想掠水多啲場次，多啲比賽，想掠人嘅水啫嘛。電視轉播費高啲啊嘛，入場人數多啲啊嘛，咪即係掠水咯。但係呢啲咁嘅應該解決嘅問題，完全冇解決過㗎。即係好似呢啲咁樣，呢啲咁樣啊，禁區入邊泥漿摔角嘅，唔理㗎啦，話知佢㗎啦，冇事㗎，照咁踢就得㗎啦。然之後規則方面嘅嘢又該完善嘅唔完善，呢啲方面就其實就唔完善啦。仲有之前仲提過啲乜嘢規則方面嘅，淨係識搞埋晒啲噱頭嘢，咩藍牌啊，咩罰幾多分鐘出去啊？好似其他運動罰幾多分鐘出去啊？然之後又乜叉叉，但係完全又冇正視過呢啲真係要收，真係要睇即係球例嘅情況。好似呢啲咁嘅泥漿摔過嘅，我話唔理就唔理㗎啦。所以話即係而家啲咁嘅足球管理機構有乜鬼用啊？真係廢柴到極點。其實我一度都唔中意啲咁嘅足球管理機構，講啊叻，掠水啊叻，其他做正經嘢嘅完全唔撚做嘅，即係其實都唔係足球管理機構啊，大部分而家啲機構都係㗎啦，我都唔講其他嘢真係，所以真係一睇到呢啲咁嘅情況，真係一言難盡，真係唔知做乜嘢踢波，而家踢波定話打美式足球啊？O.K. 美式足球我都中意睇嘅，但係人哋美式足球都唔會咁㗎，係嘛？20幾個人企喺一個小範圍入邊，係咁撞係咁，大佬啊！美式足球都唔係咁玩㗎嘛，係咪呀？睇過美式足球嘅人都知唔係咁玩啦，係嘛？所以而家啲真係，唉，而家啲足球世界真唔知發生咩事，正經嘢就唔理，無謂嘅搞特別嘢，搞特別多啲咁嘅嘢又多，真係。好似越嚟越垃圾咁啲，唉，應該唔係話足球垃圾，係啲足球管理機構越嚟越垃圾，真係。所以真係呢啲嘢，呢幾句説話真係不吐不快。今日開台都要嚟講下呢啲咁嘅嘢，真係冇辦法啦，浪費咗大家時間，真係唔好意思。下次有感興趣嘅話題再同大家傾。